那觉得写这个人怎么样？人很好啊，就是因为人很好才会是朋友。那跟写这个有发展的可能吗？就是好朋友，所以不说死。没有什么说死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很自然相处，就跟朋友一样。对，所以还没有想那么多。那有手游绑在一起1年了。因为他是团长嘛，所以我有很多事情会问他。其实也没有，其实周围还是有很多，不是只有我跟他，不是只有我跟他。就如果你们有账号，可以上去看一下。所以是金姐误会了。因为金姐本来就很关心我们，所以你们是这1年因为玩手游变熟吗？对，是因为玩手游，然后是这1年。对，这段时间。他会是你？哎，小杨哥，嗨。他会是你的交往的对象，好朋友。没有想。新闻出来后，你们有联络吗？是朋友啊，所以而且我们又有录影，所以一定是有联络。你跟我聊一下这件事吗？有尴尬吗？老婆好，我是王灿。其实也还好，也不会啊，就是这边是朋友嘛。那觉得写这个人怎么样？人很好啊，就是因为人很好才会是朋友。除了人很好，还有别的优点？就人很好。当他好人卡是不是？对，反正就是好人啦。小杨哥好了，谢谢了。